你好。嗱喺傳統國術裏邊咧，就多數有呢四樣嘢啊。呢四樣咧就係拳打腳踢摔突擒拿。咁咧就叫做全面性嘅武術。詠春拳咧就多數係拳打腳踢嘅咧。所以詠春拳嚟講咧，其實係背面性嘅武術。如果你想加啲摔突擒拿入詠春裏邊咧，咁呢個身形啊、步伐、手法咧就要變嘅。咁你就唔可以成日坐住後馬、手中線同埋埋揸，你一定要變先可以做出嗰啲摔突擒拿嘅動作出嚟嘅。例如當你玩到棍嗰時啦，你都變咗嘛，馬步啊、身形都變咗啦。你有四平馬、弓步、四平吊馬咁一定要變先可以打到啲棍法出嚟。玩擒拿、摔突咧一樣道理，你一定要變。今日咧我就會用雙窒手、發手，然後上馬之後咧轉身呢個跪踭，將對方打倒。對方衝嚟喺雙窒手戳咗佢先，一手食二手，一食二，發手打頸。如果你想個殺傷力唔大咧，就或者掛錘打臂。咁你揸緊衫上馬托住啲踭呢度，扭轉跪踭。OK， 好。希望你中意，多謝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添。下次見，拜拜。